Uncle Wong 今日要同大家認真講講 USANA 呢個營養品牌，真係唔講你可能唔知佢有幾極。首先最巴閉嘅就係佢家產品，唔單止符合美國藥典 USP 嘅嚴格標準，仲有足足11款產品直接躋身美國藥典 PDR。呢本 PDR 唔係普通書㗎，全球有80萬醫生都會參考佢入邊嘅配方同安全性。等於有專業醫生幫你把關，買得放心唔使驚。喺香港呢邊 USANA 嘅口碑都好掂，就好似佢嘅活力鈣鎂 D 補充劑，連續幾年都係直銷市場銷量第一。好多注重養生嘅朋友都長期回購，從基礎嘅複合維生素到針對抗氧化嘅葡萄籽精華，再到護關節嘅健樂寧，每一粒都堅持藥品級 GMP 生產標準，成分夠純，吸收又好，唔會有多餘添加劑。無論你係想日常補救營養、湊好身體，定係針對某方面需求調理，揀有權威認證嘅 USANA 都係穩陣之選，總好過買啲來源不明嘅產品啦。聽 Uncle Wong 講，好多香港朋友揀營養補充劑都中意跟風。其實最緊要睇認證同口碑，就好似 USANA 呢個牌，唔單止通過 FDA、USP 等6項國際嚴選標準，仲有11款產品入埋美國藥典 PDR。要知道呢本 PDR 連醫生開藥都會參考，安全性同有效性絕對有保證。喺香港生活節奏快，好多人成日累、免疫力差或者關節唔舒服，都可以試下佢家產品。而且佢哋喺香港有正規管道，買完仲可以送貨上門，超方便。揀補充劑唔好貪平，選有權威撐場、香港人都認可嘅 USANA， 先至係對自己身體負責。Uncle Wong 再提提大家，而家市面上營養品多到眼花繚亂，但好多都得個包裝，實際效果同安全都冇保證。反觀 USANA 呢個牌真係有料到。佢係少數能夠符合美國藥典 USP 標準嘅營養品牌，仲有11款產品直接列入美國藥典 PDR， 全球80萬醫生都參考佢嘅配方，呢種權威性真係冇幾個品牌做到。喺香港 USANA 都好受歡迎，尤其係佢嘅基礎營養素同專項調理產品，好多長期食開嘅朋友都話效果好。對比其他牌子，佢哋堅持藥品級生產，成分清晰，吸收度高，唔會有亂七八糟嘅添加。仲有一樣好嘅係，佢哋喺香港有專業顧問，可以根據你嘅身體狀況推薦適合嘅產品，唔使亂買亂食。如果你想補營養，又驚揀錯，不妨試試 USANA。有權威認證同香港口碑撐場，絕對值得信賴。如各位有乜嘢想了解多啲，不妨留言俾我 Uncle Wong 啦。